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4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认证咱的高端疫苗会当入境的国家6国剩4国，阿根廷甲以色列无愿意认证，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继续争取。民进党举行全大会，主席蔡英文搁再强调公投等4个无同意，国民党下晡嘛举办公投说明会，发出8项等4项同意。咱的厝边国手杨和晶参加今年国际锦标赛，在比赛当中互别个选手车倒手倒去。即马全世界有真侪国家拢要求入境的时阵要有疫苗注射证明才会当入去。指挥中心顶日啊宣布讲，有6个国家愿意认证咱的国产的高端疫苗。不过，这样所改造，敢若4国只有纽西兰、秘鲁、印尼甲贝里斯。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以色列甲阿根廷拄开始是有同意的，不过即阵名单出来说是无，因会继续争取。各国边境政策放令，包含美国等未少国家提出需要疫苗注射证明这个要求，才会当入境。指挥中心进前宣布，认证高端疫苗的国家有纽西兰、秘鲁、印尼、阿根廷、以色列、贝里斯。按国13指挥中心修正，无包括阿根廷、以色列6国变4国。以色列自11月1日起，仅开放完整接种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7种疫苗，以及俄罗斯 Sputnik V 疫苗的旅客入境。我国高端疫苗不在承认之列。以色列跟阿根廷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这样子的准许，我们这样可以进去。那现在所公布出来的常规的里面，并没有包含高端。那我们未来也是要持续的努力，得到更多的国际的认证。那我相信在 WHO 的赞助之下，这个结果应该可以尽快的出来。若是入境贝里斯，外交部是讲会当免除隔离的实施日期，也有犹太广告。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截至11月11日，国内注高端的民众有77万人。指挥中心又宣布，捌注过高端的人，若做有紧急出国需求，会当伫人28天后换注其他品牌疫苗。不过，去互外界质疑讲是2种标准。这也没有所谓的双标，我们替这有需要的人，经过专家的讨论，那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并不是说所有打高端的人都要这样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那也提供一个办法。注射疫苗上烦恼的就是出现副作用。专家黄国斌认为，某种疫苗让28天以上，会当减少对身体影响。不过对民众来讲，上期待应该也是高端疫苗什么时阵会当接受国际认可。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同一轮疫苗内底有开放几种牌子咧做，已经接连续发生袂少件做毋着牌子的事件。昨台北的大安就有一间诊所，有23个人要做 AZ 的第2档，不过诊所所甲因做做莫德纳。目前这间诊所已经停权，这23个人的身体状况目前无各样。伫大安区一栋大楼1楼的诊所，大门关掉的无看见。13本来要甲23岁民众做第2期 AZ 有风险，结果3无顺利做这莫德纳。迄天有20个人经由公费疫苗预约平台预约要做第2期，另外3个人是登记存济。13下昼，诊所的人摕唔到疫苗，佫无做到3趟5队，一直到看诊结束。点药的时阵发现 AZ 拢无检，赶紧通报。前一天是13期的最后一天，隔天是14期的开始，是医院跟诊所我们都同步的施打莫德纳，所以他们有去领回莫德纳的疫苗，工作人员大概没有注意到，他们抽错了，他们自己不知道。虽然讲中央已经开放第一线人员南美做 AZ 加莫德纳疫苗，不过还未开放一般民众南美做，支付赶紧联络这23位民众，确定因的状况。昨天就是只有一位有表示有不舒服，就是一点酸痛的问题，其他的部分都没有。那我们会持续的追踪这个部分。北市有请这个诊所就暂停这个注射疫苗的业务啦。所以如果说刚好有预约这个诊所的民众，北市会帮忙转介到其他附近的医疗院所接种。指挥中心讲，即马这间诊所已经暂停因注放射业务，对注唔到疫苗的民众会继续追踪关心伊的健康状况。另外，也会督导诊所改善注放射的措施，一直到全部拢改善好势，才会开放注放射业务。要若是毋是采发，也怪研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新冠疫情的情形，国内已经第9日无新的本土病例，今日嘛无染病死亡个案，不过是有8例带病入境。
也若是疫苗注射率的方面，最近有真侪人在关心讲，国内注射率敢有法度到9.5%。不过曾经上是表示，12岁以下袂当注疫苗的人口都已经占1成，所以是无可能会到9.5%。那我们这8例境外移入的个案，分别是3例男性、5例女性。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确诊个家庭也无死亡个案，也毋过有8例境外移入确诊，分别是印尼、马来西亚、缅甸也甲越南。伫这8例当中，有4例可能是突破性感染，其中3个人捌伫印尼甲马来西亚注完整2剂中国科兴疫苗，也有1个人是注2剂 BNT 疫苗。除了序号6，它的CT 值是27.3之外，那其他7位，它的 CT 值都大于30。那是澳洲的前环科国外学者推测，第2剂完整注射率要达到95%以上才安全。不过台湾人口结构性的问题，可能无法度达到标准。国内的12岁以下的人口占1成左右哦，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达成。这其实可以透过所谓的非药物介入措施，比如说戴口罩。社交距离都可以降低，需要达到这么高的完整的这个涵盖率。疫苗注射率指挥中心发言人曾经详是讲，要搁看国际发展，过年后是毋是还搁会当维持这个现况，拢会影响到各国边境开放。但是中华县有国中生注 BNT 疫苗了后，出现卡麻无感觉，目前已经通报不良事件，卫生局会协助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今日举行全大会，面对剩1个月就要举行的公投，主席蔡英文是搁再强调讲，爱当4项无同意，呼吁因的党员爱收掉公投甲补选，正面迎战。也若是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批评国民党，因为无才调通好甲民进党相比拼，就只好用乱的来阻碍执政。有你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你。民进党县市首长加上执政团队总动员，民进党全大会10时举行。这届主题稳健执政，台湾有力。面对128公投伫要到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再一次强调4个无同意，要收掉公投、收掉补选，再一次为台湾牵一条红线，正面迎战。我们要正面捍卫自己的价值，正面捍卫执政的理念，以及正面捍卫国家发展的路线。民进党不怕公投，更不害怕对手提公投。蔡英文表示，台湾人无欠民进党，所以民进党必须爱用上好表现，证明是值得台湾人信赖甲付托。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上台做施政报告，也甲各项政绩，批评国民党无法度甲民进党比，所以用乱的来阻碍施政。我们怎么样团结一起，让我们奋力，我们走过国民党的乱，让台湾人民对民进党更有信心。这一次公投对台湾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这是今天我们全代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民进党甲公投挑战当作是上界重要的任务，甲台湾基进合作，全力并战。全大会也通过2022直辖市甲县市长提名特别条例。民进党6都直辖市长提名候选人，由党主席蔡英文依照定调办法来提名。执政任期伫要届满的基隆市、新竹市、屏东县市会办初选。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今日下晡伫咧台中的北屯举办公投说明会。除了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甲在地民意代表拢有参加。核数登登起核数的公投提案人黄树修，嘛亲身去现场说明核数登芳的重要性。4个同意就是民意。国民党的民代伫咧台顶画口号，希望民众12月18公投会当投4个同意票。国民党14日到伫台中市民族公园办公投说明会，现场有200-300位民众。核数重启公投的带头人黄树修也到现场，强调重启核数的重要。政府说不盖3阶也就会缺电，但是不用核四也不缺电，那到底缺电不缺电？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答案啦。815嘛，513嘛，517嘛，3次全国大停电，你当我没记哦？黄树修点出执政党对供电稳定的矛盾。原来拄实行公投的带头人，国民党立委林维洲，靠说民进党来去多巴胺的立场前后无同，家己限家己的嘴皮。
就是双标。以前反来牛反来猪，即马进境讲会在啊，来猪可以吃啦，假了不要紧啦吼。4个都同意啊，台湾最有利。总统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前总统马英九10次参加铁人3项比赛了，也发出4个公投拢同意的口号，对民进党的4个无同意。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甲民进党的政党对决。不过国民党强调这是人民甲政府的对决。国民党台中这场公投说明会，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等大咖拢到现场，希望会当催出更加侪公投同意票。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礼拜二就要举行网络的峰会，头一遍面对面谈话。伫咧会议起稿进前，美国的国务卿甲中国的外交部长都已经通过电话啊。台海攸关是因双方讨论的重点。中美双方正式过真久的拜习会，会在美国时间15暗时、北京时间16早起，用视讯的方式来登场。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不过面对面来对谈也是头一摆。白宫表示，会议是要为着美中竞争来定定规则，目的不是伫寻求特定的成果。We are seeking, and we're not, specific deliverables or outcomes, more because this is about setting the terms, in our view, of an effective competition. We're in a position to defend our values, which certainly will be part of the President's conversation, and those of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also discuss areas where we can work together. 就伫拜习会登场进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先通话，讨论会议相关的准备。会后双方发布新闻稿，其中台海问题特别被点名。王毅表示，美方应该明确坚定反对任何台独的行为。布林肯是对北京继续对台湾施加压力表达关切，并且呼吁北京经由对话和平来解决台海议题。我觉得就是他们对台湾议题彼此的立场都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时间讨论。不过就是说，习近平一定会主动的讲，而且把话讲的要比较重一点。那么拜登是用这种被动回应的方式来回复。政大秘鲁教授丁秋欢分析，习近平一定会讲到台湾的议题，拜登可能会再讲到美国一个中国政策，避免台海紧张的局势。不过中美双方伫这重大议题顶面未有具体进展，外界普遍对这摆会面是期待无悬。记者综合报道。转来关心国内消息，咱台湾的骑兵国手杨浩正参加今年世界竞速骑兵锦标赛，成功拼到2块金牌。不过，伫咧后来一场比赛当中，说服墨西哥的选手车倒手的骨头是断甲真吃力，因为当地医疗无好，阁无骑兵协会当斗3工，阁有为着新冠疫情的风险，阁有连只好伫咧网络顶悬看文章，希望有人会当甲因赶紧斗3工。巨人溜冰国手杨学珍比赛时阵绊倒，另外一位选手也跑来坐着伊的倒手，伊倒手的骨头规个喙断去。后段他的后方就是有一个选手跑出来，然后伸手去推他。赖副总统包括这个哥伦比亚代表处而来的，咱无在地迄个人员底下，所以就有这款的落差别的啊。杨学珍伫咧这场比赛连续败2遍，教练指控讲，这边是墨西哥的选手挑工改杀，毋那是伊的手规个拢是血，腰也受伤。虽然人送病，不过当地医疗环境无好，照电工就等2点钟，开刀等10点钟。院内甚至和新冠病毒的患者4月拍走，教练伫 FB 切人斗3工。势必影响他后续的训练，然后也一定会影响他亚运的表现。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的手，他没有办法摆动，他全身是没有办法协调。经由面代联络副总统赖清德等人，正得到外交部等单位的协助，不过对中华台北巨人溜冰协会无派人对应去，教练无啥欢喜，因为杨学珍输落来，恐惊无法度参加亚运的选拔。杨学珍是代表台湾去哥伦比亚参加2027世界竞速巨人溜冰锦标赛，伫个人甲团体赛已经摕到2块金牌。伫世大运时阵也摕5块金牌，成绩真好。
这边伫咧国外受伤，体育署讲，伫第一时间就掌握到消息，杨华金按算16回国，所来会由国训中心的医生协助评估伊的伤势。记者综合报道。海草大公投的提案人甲环保团体今日开记者会表示，第3天然气接收站去伫咧关灯有真侪停事无正义的问题，宣布讲可能会伫咧公投进前办游行，望有搁较侪人同意3接会当刷走。后个月18就要举行公投，海草大公投的提案人潘忠正甲支持的环保团体表示，第3天然气接收站去咧关灯有真侪定数无正义的问题。如果程序上不正义的部分呢，要在这个时候呢去提出所谓缺电，或者是说中南部的废来换藻礁，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厚道的，因为他们过去自己资讯不公开，决策不透明。所以种下今天这样的恶果，一场听证会都不愿意开，却要去开，现在是听说要开2100场的说明会，那这个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失望了。环保团体表示，过去民进党主张深澳电厂扩张要来使用氢气的煤，甲即马咧杀天然气发电较氢气的态度是完全无同。这句话拢是民进党咧讲。2018年4月24号，在经济部的来对网页来对讲，为什么要盖深澳燃煤电厂？为什么要选择燃煤不采用天然气？民进党这前来对，天然气是无好的呢，燃煤较好呢，这拢伊讲。距离公投剩差不多1个月，环团表示无排除会伫公投进前来举办游行，但是确定举办会伫适当的时机向外界来宣布。记者郭富水台北报道。农委会当日伫全国推测食物卫生的服务，改善农产品的食品安全甲病虫害问题。嘉义县的中部即阵就甲一个旧的肥料储存库来改建，成立做猪材供应中心，有食物医生进驻伫咧内底，解决农民的疑难杂症。农民甲车驶来电脑头前，饲数量甲资料，免落车就会当买到肥料。嘉义县中部乡农会甲旧的仓库改建做猪材中心，内底农用商品800款，阁有买肥料免落车的服务。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他其实不用下车。对一个说他长期可能会一些脚伤是什么，他免下车服务，让这些工作人员透过下订单的方式，他直接从里面做处理，下单之后出来把肥料上车，他们只要做一个点售的动作，其实对这个是非常方便的。比较耽误啊，个物件摆到这么整齐，需要啥看这个做清楚的。再来新的猪材中心，内底嘛有配合农委会甲学校的研究单位。成立食物医生的服务据点，提供免费检验、咨询、实际到参访看诊的服务，协助农民改善病虫害甲用药啊的问题。不单单只是做诊断拍压，我们希望是以整个作物健康管理的整合性管理的方式，然后去提供给农民一些建议。嘉义县政府表示，中部农会土鼻食物医生是农委会伫全国第2个建立的推广据点。希望食物医生会当早日完成立法甲证明，让台湾的农业发展会当过来提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诗人潇潇毋若写诗写散文，嘛评诗教诗，这10外当来变真侪欣赏解剖诗文的读本。今年也甲53连奖的文学奖颁予伊，感谢伊对文学的热情甲贡献。当代重量级诗人潇潇本名萧水顺，毋若写诗、评诗、编诗嘛教诗，几十当来拢保持一种热情。他的敬业心是非常崇高的，就是他要去，他有机会去做事的时候，他会考虑到这个事情对别人、对年轻人到底有什么帮助。这个敬业之心呢，那我觉得那个敬业之心里面呢，它有一种更特别的，就是说。他是用一个比较冷静的方式去呈现他的热情。潇潇因过伫高中大学教册，期间出版大量的新诗小说、教学读本，嘛捌伫金美高中教册时，甲参学生互动的生活趣味，写作散文《太阳神的查某囝》，摕到优良读书金鼎奖，伫推展文学这方面贡献真大。教青少年怎么写诗、怎么读书的这种赏析术的东西啊。他愿意去写这样的东西啊，这个基本上来说没有热情是做不到的。他也会去从新诗里面去找到一些比较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诗中里面的幽默那这些幽默跟人的生命之间的关联性。
小小捌出版10多种的诗集，上受到看重的是重年回头，以教育家的爱做引路，用信任嘛免不了拄着困境，表现关怀天下的精神，亲像咧讲伊本人一生追求甲实践。这嘛是53年奖评审委员会评选伊佳作第42届文学奖得奖人的重要依据。小小出身中华，伊伫得奖感想写讲，中华意思就是中明文化，嘛真介意陶渊明所讲的“从容大化中，不喜嘛不惧”。希望家己未来的文学创作的核心，就伫大化、参文化之间思考累积。记者电眼文章派文林玉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6度，中部地区16度到28度，南部地区17度到30度，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外岛地区17度到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